34章，耶和華的話臨到我說：人子啊，你要向以色列人的牧人發預言，攻擊他們說：主耶和華如此說，禍哉以色列的牧人只顧牧養自己，牧人豈不當牧養羊群嗎？你們吃脂油，穿羊毛，改肥壯的，卻不牧養群羊。瘦弱的你們沒有養壯，有病的你們沒有醫治，受傷的你們沒有捆綁，被逐的你們沒有領回，失喪的你們沒有尋找，但用強暴嚴嚴地管轄。因無牧人，羊就分散，既分散就作一切野獸的食物。我的羊在諸山間，在各岡上流離，在全地上分散，無人去尋找，無人去找。所以你們這些牧人要聽耶和華的話。主耶和華如說：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，我的羊因無牧人成為掠物，也作了一切野獸的食物。我的牧人不尋找羊，這些牧人只知牧養自己，不牧養我的羊。所以你們這些牧人要聽主耶和華的話。主耶和華如此說：我必與牧人為敵，必向他們手追討我的羊，使他們不再放群羊，牧人也不再牧養自己。我必救我的羊脫離他們的口，不再作他們的食物。主耶和華如此說：看啊，我必親自尋找我的羊，將它尋見。牧人尋找羊群四散的日子，怎樣尋找他的羊？我必照樣尋找我的羊。這些羊如在密雲黑暗的日子散到各處，我必從那裏救回他們來。我必從萬民中領他們出來，在各國內聚集他們，引導他們回歸故土。他也必在以色列山上一切溪水河境內一切可居住之處養牧他們。我必在美好的草場養牧他們。他們的圈必在以色列高處的山上，他們必在佳美之圈躺臥，也在以色列山肥美的草場吃草。主耶和華說：我必親自牧養我的羊，我的牧人使他們得以躺臥。失喪的我必尋找，被逐的我必領回，受傷的我必纏繞，作有病的我必醫治，只是肥壯的我必除滅，也要秉公牧養他們。我的羊啊，論到你們，主耶和華如此說：我必在羊中間、公綿羊和與公山羊中間施行判斷。你們這些肥壯的羊，在美好的草場吃草，還以為是小事嗎？剩下的草，你們竟用蹄踢掉；你們喝清水，剩下的水竟用蹄攪混了。至於我的羊，你只得吃了踐踏的，喝你們所攪混的。所以主耶和華如此說：我必在肥羊和瘦羊中間施行判斷，因為你們用威用棒擁擠一切瘦弱的，用角抵觸，指他們四散。所以我必拯救我群羊中不再作惡物，我也必在羊和羊中間施行審判。我必立一位牧人照養他們，牧養他們，就是我的僕人大衛，他牧養他們，作他們的牧人。我耶和華必作他們的神。我的僕人大衛必在他們中間作王，
這是主耶和華說的。我必與他們立平安的約，使惡獸從境內斷絕，他們就必安然居住在曠野，躺臥在林中。我必使他們與我的山的四圍復原，我也必叫時雨落下，必有福如甘露而乾。田野的樹必結果，地也必有出產，他們必在故土安然居住。我截斷他們的所負的軛，救他們脫離那要他們為奴之人的手。那時他們就知道我是耶和華，他們必不作外邦人的掠物，地上的野獸也不再吞吃他們，乃以安然居住，無人驚嚇。我必給他們興起有名的植物，他們在境內不再為饑餓所滅，也不再受外邦人的恥辱，而必知道我耶和華他們的神在與他們同在，卻知道他們以色列家是我的民。這是主耶和華說的。你們作我的羊，在我草場上的羊乃是以色列人，我也是你們的神。這是主耶和華說的。